大家好，我是克西拉佛教中心的谢小金讲法师，也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今天是分享护法，关于护法已经分享了有2个星期了。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讨论和分享的，其实是多杰雄灯护法，他为什么要帮助我们，以及他如何帮助我们。那多杰雄灯护法为什么要崛起成为护法呢？我们之前说过了。那他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呢？那要讨论这个，我们当然就要去想说，我们平时为什么要帮助就是说我们平时呢是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人？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帮助一个人？那首先呢，当然就是看对象。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帮助的对象，我们自然会想要帮助的对象，那必然就是我们所在乎的人。那对于那些我们不在乎的人，通常我们也不会特别想要去帮助。那其实那是因为我们都是一般人，就是很普通的人，我们有分别心。但是对多杰雄的护法来说呢，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多杰雄的护法他是佛，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既然是佛也是菩萨的化身，那自然他就不会有分别性。他对众生呢，其实都是一视同仁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而且佛都是有大悲心的，在大悲心的一种驱使下，那多杰雄灯很自然的，他就想要帮助每一位众生。所以这是多杰雄灯要帮助我们的理由。他为什么要帮助我们？是因为在大悲心的驱使下，他自然就想要帮助我们。那其实因为无论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我们的宗教背景是什么，我们的学识地位是什么，我们的年龄是什么，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我们其实就像我昨天说过的，无论我们背景是我们是什么人，甚至我们是六道众生的哪一道众生都好，我们都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不断在轮回的众生之一。只要是还在受苦的众生，那就是多杰雄灯所怎么说呢？他所要帮助的对象。那另外呢，那刚才是第一点嘛，帮助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当然首先是看对象。那第二点呢，当然是看对方有没有这样子的需要。我们帮助另一个人，其实是看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那我们看到对方面对问题了，陷入困境了，有烦恼了，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解决了，甚至有些人就是说自己有问题，有烦恼，他却本身他根本看不到自己有问题。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自然的我们就想向对方伸出援手。那从多杰雄灯的角度看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类，每一个众生吧，我们都是充满问题的和烦恼的。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只要我们一天依然还在轮回中，还在轮回中，还在这个娑婆世界打滚的话，只要我们还对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还是有很深的一种执着。我们依然我们所做的一切人是被贪嗔痴啊这三毒在牵引着和困扰着的话，那我们本身呢，我们就是有问题的。从一个证悟者的一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是需要帮助的。其实因为我们算是执迷不悟的。那其实我们虽然本身是看不到这个问题，那有些人，尤其是现代人，很多人都觉得其实这样生活也是很开心很幸福的。我们怎么比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情况就好像说是一个瘾君子吧，吸毒者。那吸毒的人呢，全世界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他其实是有问题的，大家都看到毒品在他身上产生的作用，大家都很清楚的明白他是怎么样的被这个毒品牵制了整个生活。但是他那个吸毒者本身呢，有一些人就选择不去看，那他毒瘾上来，基本上他
他什么都不理，只要就是想要把那个毒品弄到手，只要毒品一到手，他立刻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最快乐的人，他什么都可以不理，也什么都可以不用照顾。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都听说过，其实这些瘾君子啊，这些吸毒的人啊，他们最终其实他们典当了自己的家庭啦，典当了自己的事业啦，典当了自己的朋友啦，自己的名誉啦，身败名裂啦，这些种种，他追求了什么东西？他追求的其实就是那一刻的一种快乐，那一刻的一种满足而已。他可以什么都不理。那其实我们对这个娑婆的眷恋，一般人嘛，其实跟瘾君子对毒品的一种上瘾是很类似的。那除了瘾君子，我们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赌徒啊，他一天没有机会赌的话，就浑身不自在了。一开始赌起来，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妻子啦，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工作啦，什么都可以不用理，要赌到倾家荡产啊，他就是为了追求那一刻。所以这种情况，这种成瘾性的一种情况，就跟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的一种执着和上瘾是非常类似的。同样也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其实这是很这其实是不真实、不正确的，这是错的。那我们目的呢，其实是得到那一刻的满足而已。所以我们不断的重复这样子的行为，不断的重复，尽管这个行为对自己和对身边的人伤害是非常巨大的。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就是对人的一种，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欲望嘛，不管是对毒品啦，或者是对赌博啦，或者是对购物啦，对可能想要买大房子啦，不断的想购买新车啊，这些种物质上的，或者是不断的想要换女朋友啊、男朋友啊，这些其实都来这种贪念啊，其实是人的一种无名驱使的一种贪念。那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其实很多人吧，比如说你今年30岁、40岁了，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在你10年前看起来可能其实那是那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但其实没有想过，在10年后的今天，或者20年后的今天，你拥有了你20年前的梦想，你完成了你20年前的梦想，那你会因此而感到满足吗？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不会。那有些人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就把说这是一种上进心啦、推动力啦，这其实当然有部分是这个样子，但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你追根究底去问他到底想要些什么东西，他其实会告诉你的，其实都是种种的一些就是比较表面的一些东西。那所谓表面的东西，就是我现在住了这栋洋房，那我再过个5年，那我可能要买一栋别墅。那我现在的这个汽车，那我再过个2年，我想要买更好的汽车，我可能要买跑车之类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表面的。那为什么他会不断的追求呢？其实是因为他感到不满足，这些东西今天拥有的东西，明天就不满足了，那明天拥有的后天可能就不满足了。所以人类总是不断的追求这样子的一种强烈的刺激，不断的去加强这样子的剂量，想得到了什么？是想要得到那一点的自己认为的一种幸福感。那其实再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年幼的时候，我们很想拥有，就很想拥有车子吧。其实就想车子，其实很多少年人都很想拥有，觉得是很，这怎么说呢？那是很威风的事情。16、17岁啊，如果能够有一辆车子啊，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那
当时是觉得自己只要有一辆车子，那就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但今天你回想，你看起来，你也许今天的你可能已经换了好几部车子了，但当时拥有车子给你带来的喜悦，你究竟是越来越多呢，还是不断减少呢？你今天再买一台，比如说你今天买一台30万、50万元的车子，和当时你刚开始的时候买一个5万元的车子，你得到的满足感，你的快乐其实是一样的呢，还是不断减少的？那个满足的一种速度是这就是满足期是越来越长呢，还是越来越短呢？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下去，你是不是需要不断的去买更贵的、更好的车子，你才能够得到同样的一种快乐和满足呢？那你想想看，这种情况跟吸毒者是不是一样的？那吸毒也是这样子嘛？今天可能就打那么几毫克，那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呢，就增加变成10毫克。那我只是这个举个例子，所以这只是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呢，却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许多的层层面面。我们不管在金钱啦，不管在洋房啦，不管在我们的名誉啦、地位啦、我们的情人啦，各方面，我们差不多都是同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寻找，但是在这个追求和寻找的过程里，我们感觉到的并不是一种扎实充实的感觉。我们越得到的越多，其实我们的空虚感是越来越大的，越来越空虚，就越来越不快乐。所以其实常常你会看到，其实很常见啊，不管是社交媒体啦，或者是报章啊，你每天在打开社交媒体或者报章，你觉得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很令人惊讶的消息啊，甚至有些名人啦、有钱人啦，有一些看起来非常健康、积极、正面的人啦，突然间就选择用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些，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到身边患上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或者是你到外面去，比如说周末啊去逛街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去用各种各样的一种娱乐啦或者药物啦来麻醉自己。所以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其实就是说活世界的问题啊，就是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犯上，只要我们还是在一种欲望驱使下生活的人，那或多或少都会犯上的。那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那有些人选择不要去看。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很多人是在一种什么时候他会遇到他会当头棒喝了，突然间惊醒了。那其实通常很多时候是当生活遇上了一些很巨大的一种改变，或者是在濒临死亡，或者是自己很挚爱的一些亲人离世之后，那才突然间醒悟说，这样子的一切这一切的一些追求，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虚无缥缈，也没有意义的。那所以你看到我们其实是可以不断的欺骗自己的。其实许多的人一辈子都在欺骗自己，不断欺骗自己，那可以催眠自己说，我很快乐啊，我很快乐，我很满足啊，我拥有这个我就很好了，我很幸福啊。但是其实到了最后，不管怎么样都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到最后到了人生的一个尽头，你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就是比如说是人啊。所拥有的一切，其实最终都会消逝。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其实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啦，你的爱与不爱啦，全都会消逝了。所以很多人当他开始步入晚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非常恐慌，很懊恼，很忧郁。那有些人就开始，甚至是充满愤怒的。怎么愤怒呢？他开始回想他这一生他付出多少努力，他争取换来多少东西。那当回想起来，却觉得，怎么说？我怎么我那么努力，我得到的却不比我付出的多，或者说我付出了这么多，干嘛我还是这么的不快乐？所以这种情况下，人就心里充满不甘，很多不甘呢。他越是不甘的话，他就会抓得越紧，
比如说他就很害怕，他这么辛苦投资换来的一些仅有的一些物质会被人家抢走啊、夺走啊、骗走了，他越是这样子，越是抓得紧，越是放不开，就越不快乐。那么到时候在死之前呢，如果还是以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情绪来面对的话，那通常这种人，他就很大的可能他在将来吧，就可能会投身恶鬼道。那有些人说啊，其实我并不执着，我很快乐，我也不会愤怒。那我每天都很吃喝玩乐，都很开心啊。那像那些就是最大的那种最擅长自我欺骗的人吧，你享受了一生了，风光了一生了，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每天在做的东西也都是吃喝玩乐啦，享受一种情欲上的一种满足了，那其实我们所做的东西跟动物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那这样子的一种特性，将来有可能会让我们出生道。所以这些都是佛法上有在说的。所以作为一个真如护法，多杰雄灯他当然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很明白众生的一种无明和烦恼，他一眼就看到了这个事实，所以在慈悲的驱使下，他肯定不忍心让我们继续的受苦下去，所以肯定会用尽方法来帮助我们。所以说，为什么他要帮助我们？他很自然就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一个正悟的护法，他是佛。那多杰雄灯是随时都准备帮助我们的。那问题是，我们怎么让他帮助他怎么能帮助我们？他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那其实就是要看我们这方面，我们能不能制造一些条件，来让他更好的帮助我们。这个东西之前已经这个关于这个内容，我们之前已经稍微提及了。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众生吧，过去的累世，我们其实累积了很多的恶业。那这些恶业呢，让我们没有办法跟佛菩萨能够更加亲近，就没有办法直接得到佛菩萨的一种帮助，那是因为业的关系。那其实是，所以多杰雄灯的出现，其实是，尤其他以一种世间相的一种方式来出现，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些恶业深重的一些众生，能够有机会得到他的帮助，也让他有机会更快速的帮助我们。那我们怎样去得到他的帮助？那当然是看我们了。我们说了很多次了，就是说护法是不可能帮我们消除，就是他不可能把我们过去的所做的坏事或者是恶业是一笔勾销的，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完全违背因果定律的。那该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我们这里需要做一些怎么说？需要有一些动作，需要有一些努力。那如果你本身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是没办法。就是说有些人说我才不需要。那我们常常讲就是说，要装睡的人其实是叫不醒的。如果我们本身不愿意配合的话，那就会让护法在帮助我们的过程中呢，就面对很多问题了。其实是我们给自己制造的问题。那所以我们怎么去怎么说呢？护法他帮助我们的方式，他要怎样去帮助我们呢？他其实他帮助我们的方式是比如说有些人讲就是说我们说因果还是我们自己要承受嘛，我们的业报还是要自己承受。那护法怎么来帮我们消掉这些东西呢？那我之前也是有举过一个村庄啊，那个雪山崩解的一个雪崩的一个故事。那现在我们用可能另一些比较现实的情况，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明白。比如说我们曾经犯的一些过去时曾经犯的一些恶业，可能导致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1年后啦，可能会遇到一场车祸。那车祸呢会导致我们永久的下肢残废。
那如果在这种时候我们及时去做护法修持的话，它不会让我们直接的就把整个这个业消除掉，但是它能够让我们可能分开好几次，就受一些轻伤啦，可能比如说可能从楼梯走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就摔倒了，就扭伤脚了，可能就或者走在路上了，就可能踢到石头了，也就流血了，或者是可能提东西的时候就给东西砸下来了，砸伤脚了。那这些短短的一些伤累积起来，它总共加起来呢，就抵消了那你可能会面对永远的一种下肢残废的一种厄运。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还是要去承受我们过去的这些果报的，但是却不至于严重到伤残。那其实就很像说比如说我们欠了一大笔的债，那我们如果想要以一种分期付款的方式去偿还的话，我们总是需要你要去跟银行贷款，或者说你跟某一些高利贷借钱啊，什么样，你要分期偿还的话，那有些时候你总是需要有人在中间，或者有一个人作为担保啊。所以护法呢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有点像那个在中间帮我们协调的人。那有了他呢，我们才有谈判的条件，我们才能够有机会以自己应付得到的方式来逐渐的将这个债务偿还。所以那该怎么做呢？那你希望有一个人来帮你做一些调停的工作。我们现在只是打个比方，那你自己本身不可能是就坐在那里啊，什么都不做啊。那我们当然要做啊。那该做些什么东西呢？那其实最有效的，其实是之前也说过的，但是最直接的就是做护法修持。那护法修持其实就是我们请求护法帮我们的条件。那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每天持诵护法的心咒啊，每天做护法的敬酒供养啦，做护法的筹供啦，这就是很有效的，就能够帮我们累积功德，或者消除我们的一些既往业障的一种方法。因为每天呢，如果我们进行护法筹供的话，等于是说我们把自己已经托付给护法，我们去相信他，我们去依止他。那如果我们对他的信心越强的话，他就越容易的帮助我们。加上如果说我们是越是跟从一种佛法的一种方式来生活的话，这对护法帮助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有在实践佛法，我们在奉行一种佛法的话，其实它本身就是累积功德的做法。那累积功德，我们说过了，护法怎么帮我们？它是根据我们的功德和我们的业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越多功德的话，那护法就越容易帮助我们。所以，另外，所以那些有上师的人呢，其实我们该做的东西，其实就是一定要遵从上师的那种指示。那护法最爱帮的，其实是那些善昧也很亲近的人。那其实因为你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如果记得的话，护法的前世持律主扎巴坚赞，他就是一个非常对上师非常忠心的一位高僧。那依止上师为什么说依止上师呢？因为依止上师其实就是依止三宝，皈依三宝。那三宝是什么？我们有稍微学过佛法，我们都知道，三宝其实是让我们累积功德最好的资粮田。所以你忠诚的对待传授你佛法的一个上师，那他自然呢就能够让我们累积很多的功德。我们累积了很多功德呢，那护法自然就能够很顺利的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护法怎么能帮助我们？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本身呢需要做出的功课，我们就是一来我每天，如果你什么都不会，那我们就开始念护法心咒。那如果可以的话，做经酒啊，做护法筹供啊。那再更好，当然就是我们尽量的每天在实践佛法，那你自然你就会开始会消除业障了，累积功德了，那东西当然就会越来越顺了。那护法帮我们的话也更简单了。
那再下来，其实我们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关于大家关于护法怎么帮助我们，它能够如何在哪一方面帮助我们。讲到这个东西，大家其实应该是相当熟悉了。那护法因为有多杰兄的5部嘛，包括他的主尊和他的4个化身。那4个化身呢，这4个化身各自有各自的任务和功能。那所以它能够给我们最完整的一种加持和庇佑。那护法的牺牲怀诛4个化身，我就不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之前已经说了好几次。那总的来说呢，护法它能够在世俗和修行上帮助我们。那这最终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修行而达到真正究竟的一种解脱。那毕竟走究竟的一种解脱，才能让我们找到一种永恒的这种快乐。那护法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帮助呢，主要分成大致了，分成几个方面。对于身体的一种疾病啦，它能够给我们帮助，就是可以让我们比如说你可以祈求护法，希望你的检验结果更明确、更准确啦。祈求护法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医生啊，或者生病的时候你常常在修持，那祈求护法让你早日康复。这些都是护法能够帮我们做的。那在物质上呢，那改善我们的财务问题啦，比如说让我们生意更顺利啦。就在我们举个例子吧，其实在客家的禅修林，这是常有听到的。客家禅修林的大门前嘛，就有一个金泽财王庙。金泽财王其实是当地人，就是本地人的一种叫法。那其实就是多杰雄灯护法的正义化身金泽。那很多人都是到那里啊上香啊供灯啊。那有好一些信众呢，就前去供灯和上香过后就回来，隔不久啊就买彩票啊，就怎么讲呢，就中了这彩票了。这样子的故事其实是还蛮常发生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本身有这样子的一种有这样子的一种业的话，这种善业，那护法会根据我们的需要，那就给我们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小财啦，那让人就是让当事人他能够更有信心的来开始接触佛法。当然，就是很多人不管是出于怎么样的一种动机吧，那你中了彩票一次呢，你就相信了就继续去拜，继续去供养。那继续供养呢，其实那可能就会再来第2次啊。出于贪欲或者什么，不管背后是什么，其实我们这些普通人当然是避免不了这些。但是总的来说，你是一步一步的，你越来越靠近护法，你跟护法结下更深的缘分了。那慢慢可能是通过这个样子，你就开始接触佛法了。那接触佛法过后，你懂得越多了，你自然的慢慢的，你原本那个贪念越来越少了，那你就变得越来越放得开了。其实整个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护法呢，它最终它其实还是希望透过怎么说，给我们物质上的一种帮助啦，让我们最终还是走向一种心灵上的一种修行上的一个道路。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讲护法多杰雄灯嘛，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修持他的话，肯定的就是最早的，对我本身来说，最早的情况，最明显的一个迹象就是思维变得清晰了，情绪变得稳定了，专注力变得更强了。所以当然记忆力也是。那这方面这智慧上的问题，其实是这大家都需要，不管小学生啊、中学生啊，之前说过了，任何时代、任何年龄的人都需要。因为其实更好的专注力、更多的智慧，其实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应对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当然它能够带给我们修行上的各种顺缘啦，金钱或者物质上的，甚至帮我们找到一个适合的一个上师啦，有更好的同修更好的修行环境啦，让我们能够更专注的修行。这是另外一个。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邪灵啦、巫术啦、负能量啦，所以有些人会在经商或者是在一些工作上，就可能得罪了一些人，就遭遇了一个这样子的一种，当然自己本身的业的关系，也遭遇了这样子的一种不幸的事件。那护法
尤其是护法的杂者化身，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那所以总的来说呢，护法它能够帮我们消除生活上的各种障碍，种种的障碍，财务的什么，甚至在人在死亡之后，那如果说能够及早的祈求护法的一种帮助的话，那加上自己本身如果有修持的话，那护法还能够帮助我们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转世的投生。所以护法的对我们帮助其实是很多层面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护法，你从这里看，你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多杰雄灯，而且多杰雄灯呢，它其实也是随时都愿意帮助我们的。所以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很快速的能够得到多杰雄灯的加持和庇佑的话，那我们就要每天就要进行该做我们的功课，比如说念护法心咒108遍，108遍或者是108遍的倍数，就等于说一圈念珠，2圈3圈7圈10圈都可以，当然是越多越好。当然如果可以的话，进行经久啦，做手工是最好的。所以只要是每天在做，相信很快的大家就会开始去感受到这种，就开始有对护法有一些感应，你很快的就会感受到护法给予我们的一种加持和庇佑。那我希望大家，如果说大家有在修的话，那有什么感受的话，有什么感应，有什么感想的话，希望也在我的面子书上跟我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关于多杰雄灯护法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它怎么帮助我们这个讨论呢？所以这个分享呢就到这里结束。那有什么问题吗？这里看看。Bastion， 有人说护法法门可以为修行者增长寿命和财富，可以迅速的让你升官发财。然而这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请问讲法师，你对这样的意见有什么看法？护法的法门其实当然它确实就是我们说像金泽嘛，它确实能够让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中个彩票啦，或者是让我们财富上有增长啦。但是会不会误入歧途这个东西，当然是很看我们个人。但是其实我可以跟你说，可以说的是，护法它是一个正护法，它跟世间护法当然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之前这个东西我说过了很多次。那是正护法的话呢，他如果看到，他知道你是心术不正，或者是你很有潜质，会变得非常的贪的话，那他当然他不会让你就中了这么一大笔横财的。护法给我们的安排呢，永远都是对我们最好的安排。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太贪心，不要太过担心。但是如果说是世间神的话，他通常他看到就是说，哎，你跟他的承诺，比如说你让我中了彩票，那我就买了什么东西来供养你。那世间神一般上他们看到就是比较偏向这种交易性的，那说他会给你，但是他没有办法，其实有时候不是不愿意，他是没有办法看得更长远，他看不到你中了这一笔彩票过后10年后，你会因为贪心而面对更大的一种灾祸，他看不到。但是正悟法却不一样，正悟法他看得到，所以他如果看到你将会因为这样子的一种贪念而面对更多的不幸的话，他就不会让你去发这样子的一大笔横财、升官发财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不需要担心的。所以当然有些人说，哎，怎么我求来求去我都没有办法中彩票？那可能就是说护法看到你有这样子的贪念，他觉得哎还是不让你中得好，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一下这里。那目前呢，大概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那结束之前呢，让我们做一个回向。
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欲，悉令安置施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指相属二次义，其为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好，谢谢大家。